歡迎大家嚟到2025至26年兩代情徵文比賽嘅寫作技巧班。呢一個咧係高中組嘅寫作技巧班。喺高中組嘅題目入邊咧，我哋有兩個嘅，一個係鄉城足跡，第二個咧係屋村成長百味。所書寫嘅字數大約係800字至到1500字。我哋先去講第一個題目，鄉城足跡。其實呢個題目唔知有冇嚇親大家，因為鄉城好大嘅。當我哋去講鄉城，背後即係香港啦。但係究竟喺個咁大嘅城市，我哋可以點樣去聚焦呢？雖然高中組可以寫到1000幾字，但係你要透過千幾字，我寫晒成個香港、成個鄉城，呢件事其實係冇可能㗎。所以，假如你要去書寫香港呢個城市呢個足跡嘅時候，你必須要思考一樣嘢，就係你要去聚焦，而你聚焦嘅地方可以係一個地區、一條街道或者一個具體嘅地方。而重點就係當你去揀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大家係必須建基於你對於嗰個地方深刻嘅認知、深刻嘅了解，你先至有可能去寫得出一啲細微同埋精彩嘅文字。好啦，跟住再講落去就係，究竟你揀定咗一個地方嘅時候，你對於嗰個地方嘅了解係點樣嚟嘅咧？係屬於你自己嘅，係你自己喺嗰度生活過，你一啲嘅足跡留低過，定還是係其他人嘅咧？你同其他人嘅足跡喺度留低嘅時候，你有啲互動啦，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歷史人物喺嗰度生活過，喺度存留過，然後你再去翻嗰個地方，你又會重遊舊地，去感受佢當年嘅感受。你還是唔係喎，係我嘅親人曾經喺某個地方居住，或者而家仍然喺某個地方居住。你去到嗰個地方同佢互動，彼此有一個傳承嘅關係咧，呢一種嘅寫法係好唔同噶。所以當你慢慢去講到落去嘅時候咧，雖然就係叫大家講一個好細嘅文章，有一個好細嘅地方，咁但係其實你要以小見大。雖然係講成個鄉城，咁但係大家冇一個人可以完整晒體驗成個鄉城、成個香港係啲乜嘢。所以如果你要去講你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啲嘅經驗、一啲嘅足跡嘅時候，以小見大會有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因為當你寫得一啲最細微，你真係去體驗過、經驗過嘅東西，嗰個經驗先至係具體可感。所以去到最大，去最後，你發覺呢篇文章係講緊，喂，究竟鄉城足跡，每個人有唔同嘅足跡，你有你嘅足跡，你嘅父母，你嘅其他嘅人鄰居，各種嘅人，你嘅老師，你嘅同學，大家都有各人嘅足跡。咁但係究竟呢啲足跡係一樣啊，定係唔一樣咧？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命嘅軌跡，但係去到最後，其實你會發覺好多嘢都係殊途同歸，每個人都係有每個人每代人嘅異同。你喺呢一個社區，你喺一個城市，你喺個街道嘅生活，每個人嘅生活經驗係唔同噶，但係你可以喺各種唔同之間去發現到共同相通之處，因而當其他人去閱讀到你自己所書寫嘅呢個關於生命嘅經驗嘅時候，大家都係應該感受到你嘅經驗所帶嚟嘅一啲情感嘅共鳴。呢個題目咧就叫做屋村成長百味。屋村成長百味就係好明顯，就係你去書寫一個屋村啦，同埋你喺屋村入邊書寫一個關於成長嘅經驗。於是乎，你哋要思考到一個地方就係，究竟屋村成長同喺其他地方成長有啲乜嘢分別咧？以前咧喺網絡上面，好多人會思考一個位就係，喂，如果一個人生長喺唔同嘅居住環境，佢嘅屋村又係其他嘅地方係公屋啊，又還是係私人樓宇啊，你發覺呢一個背景會導致一個人所經歷嘅東西有好大嘅分別。咁究竟喺一個屋村嘅成長嘅時候，其實相對喺其他地方成長，究竟有乜嘢嘅分別咧？而佢講緊百味喎，百味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唔止一味咯。呢個唔係講緊廢話，而係你見到多於一種經驗嘅時候，你喺一個地方去成長，佢唔會淨係得一種體驗噶。佢可能有一啲係帶俾你好美好、好良善嘅體驗，但同一時間佢可能又會帶俾你一啲好痛苦、唔係幾理想嘅體驗。於是乎，你要喺一篇文章入邊去講到呢個地方成長嘅經驗，帶到俾你一啲好嘅體驗，一啲唔好嘅體驗，一啲中性嘅體驗。於是乎，成篇文章串聯起，佢就會有一種文章嘅起伏，建立咗成個文章嘅節奏。咁啊，但係啦，雖然你去講到一啲有文章嘅起伏，但係千祈唔好為文造情。意思就係我唔好覺得一定要去講到一啲唔好嘅記憶，一定講到一啲傷心嘅記憶，於是乎虛構好多嘢出嚟，跟住有各種嘅悲劇突然間發生，突然間誕生咗咁樣，咁就唔好啊。因為假如一啲嘢你係冇真實地去體驗，
其實好多時讀者係能夠一眼就睇得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由自己真實嘅經驗、親身嘅經驗出發嘅話咧，佢係會比較講到究竟嗰種味道係點樣。等於你去食一樣嘢嘅時候，如果你冇食過嗰樣嘢，你要去形容嗰個味道咧，放喺一個真係食嗰件物、嗰件食物嘅人嘅面前，其實一眼就睇得出究竟你係講緊真嘢定係你係作緊出嚟。所以雖然呢個係屋邨成長百味，係講緊好多唔同經驗嘅歸納，但係最重要嘅核心就係，其實係講緊關於成長經驗嘅感悟。究竟你喺成個屋邨作為一種背景成長嘅時候，究竟你自己喺回望翻呢個成長嘅經驗，當大家去到高中嘅階段，至少做咗十幾年人嘅時候，呢一段成長嘅經驗對於你嚟講係有啲乜嘢感受，有啲乜嘢感悟嘅咧？咁所以當我哋去講到呢兩個屋邨成長，又或者係講到香城足跡嘅時候咧，其中一篇我哋可以參考嘅文章就係喺小思嘅香港文學散步所講到嘅序言啦。咁但係我哋冇太多嘅時間去講太多呢個方面嘅東西，大家可以睇翻初中組嘅嗰個文章嘅介紹。而我哋喺後邊所講緊嘅呢兩篇文咧，會係直接去印咗兩個作者去講佢自己點樣喺一個嘅地方成長嘅故事。呢兩個作者咧，分別係黃良和同埋麥雪堅。黃良和呢個人咧，佢就係曾經喺華富村嗰度去長大。華富村咧，佢係一個好舊式嘅屋村，喺而家睇起上嚟。咁但係喺黃良和童年成長嘅階段，其實係豪宅嚟㗎，有一個平民豪宅之稱。咁所以當佢自己真係住喺華富村嘅時候，佢一種感受就係，我哋由舊區搬入去，哇，好大嘅衝擊，好大嘅改變個生活嘅形態。佢住喺21樓，地上由地面上忽然間升到去21樓上邊，好高好大。佢見到成個樓係井字形嘅，成條屋村嗰個欄杆隔住，好危險，覺得好似會跌落去咁樣。細個佢冇見過咁高嘅大廈，冇住過咁高，於是乎一開頭佢唔敢行，佢就咁貼住埲牆去行。但去到華富村，佢就覺得哇，成個天地好廣闊。因為如果你上網去 search 華富村，你就見到其實佢係背山面海，個好靚好靚個海景，好漂亮嘅一個地方。佢呢個地方對佢嚟講有啲乜嘢影響啊？就係佢咁靠近個海，小朋友嘅遊戲佢就會變成咗每日去釣魚、去游水、去捉金絲貓，即係好似蜘蛛咁嘅昆蟲啦，或者係山邊摘野果、去溪邊捉魚。呢啲嘢咧，可能對於今天嘅同學嚟講係一啲好魔幻嘅東西，但係對於黃良博嚟講，呢個就係佢嘅童年。於是乎，佢回憶翻佢嘅華富村背後係講緊咩啊？就係講緊究竟佢喺度生根成長，佢自己嘅童年、佢嘅記憶、佢嘅身份究竟係啲乜嘢？作為一個華富村嘅人，有一個香港人，其實係點樣嘅咧？呢一個係佢想書寫、想去建立嘅一種思考。咁所以喺啲瀑布灣道，我哋啱啱講咁多，就有見到，雖然佢係寫瀑布灣道，但係其實好明顯，佢唔係淨係寫一條瀑布灣道。佢同你講，我終於回到出生成長嘅地方。佢同你講，我點樣磨練我嘅意志，而喺我瀑布灣道喺華富村成長嘅呢個背景，對我以後嘅人生有啲乜嘢影響？佢冥冥中感覺到有啲力量喺度推移緊。有啲人想同你講以前發生啲咩事，好似想同你講尋常但有意味，又或者唔尋常但係終必遺忘。好多嘢都唔得啦，因為好多嘢變化唔同晒。幾十年前嘅華富村同今日嘅華富村，好多嘢經已唔同晒。所以佢同你講，我想做一次響度，你跟住我行就係啦。一突然間彈咗個你出嚟，呢個就係一個讀者，佢幻想有一個讀者，好似真係話跟緊去行翻去遊走一樣。無論我自己，佢自己係個街市行者，即係佢好中意行街市噶。咁啊，今次行下行下，佢見到阿華富村，華富村嘅前身係墳場，係亂葬崗，係嗰啲可以變成咗新型大廈個屋村之後咧，竟然變成咗窮人嘅富貴屋苑。以前我話成日鬧鬼嘅，鬼故特別多，但係佢又唔驚，因為細路哥好醒嘅，睇得多電影，識得帶住個蒜頭去捉鬼，所以啲鬼都唔會點樣叻啦，反而覺得人更加可怕。然後再講講下華富村嘅街市，好多嘢嘅，唔係露天攤子處處、地面污糟嘅舊式街市，而喺個商場嘅底部嗰度買餸唔使擔遮噶。你沿住個華富道向左就行到去瀑布灣嘅入口，左轉落斜路就見到。以後見到好多新世代嘅嘢咧，佢都會覺得我沿住個路牌去遊走，呢個係遊客嘅指定方法。我睇嗰個年代嘅居民，佢唔係咁樣去講噶，佢話村口大公司。華泰樓、華明樓、郵局、商場、街市、惠康，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從來唔會講街道嘅名字，除咗偶然會見到瀑布灣道。咁啊，而家帶大家去睇下嗰個地方。嗱，呢個咧就係我哋用最高級嘅科技去睇到成個華富村而家當下嘅狀況啦。你見到喺華富道一路行過去嘅時候，呢個就係華富村。然後當我哋去見到成個畫面，左邊呢度入去就係黃良和當年去生活成長嘅地方。而去到今天咧，你會發覺，咦，惠康仲喺度，雖然唔知係咪同一間，但係同一件事，同一個屋村嘅環境。大概佢當下嘅模樣就係咁樣，然之後就轉咗彎落去，你見到瀑布灣道一路行咗落去。當佢轉咗落去嘅時候咧，成件事就開始建立起嚟。原來黃良和所書寫所寫緊嘅位置就喺度一路行行咗落去。然後當佢再講緊成件事，有一啲瀑布灣公園啊，佢童年所成長所見嘅地方啊，你就會理解啊，點解佢講緊嗰片海、嗰片天空，啱啱見到嘅街市，對於佢嚟講係乜嘢嘢？而重要嘅就係佢講緊呢一啲嘅地方，唔係一啲客觀嘅資料啊。所以話，如果我哋去寫作一個地方，去書寫一個地方，背景資料係重要噶。咁但係你唔會因為見到一啲客觀嘅背景資料，你就會覺得我好了解嗰個地方，讀者睇完好有感受，係唔可能嘅。譬如黃良和佢書寫一個地方嘅時候，佢相對於就咁指認出啊，呢度有咩，嗰度有咩，有惠康，有街市，有郵局。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佢當其時，大家佢作為一個居民去成長，佢點樣喺呢個空間入邊去生活，佢點樣去理解呢件事情？究竟呢個街市對於佢嚟講有啲乜嘢嘅意義？所以當佢講落去，佢就話啊，大家見到街市入口左邊就係超級市場，右邊係welcome，大家唔明咩意思？大家第一次見到超級市場，即係喺個年代啦，入邊有好多嘅女士，有好多小孩拎住個菜籃，着住長褲啊，踢住拖鞋，諸如此類。有一啲偷糖嘅小孩被職員捉住，點處理啊？嗰個年代嘅人好仁慈，好少報警。小孩子俾個機會，可能就會改正過嚟，或者就會聽日就會同其他小朋友滿腔正義去追打呢個垃圾蟲。呢個位置你見到佢講啲咩咧？就係喺嗰個年代啲人，究竟一個喺街市、喺超級市場入邊嘅人係望緊啲乜嘢，係做緊啲咩，係生活緊啲乜嘢？呢個係一個好生活化、一種好生活感好強嘅一種寫作方式，講緊佢嗰個年代嘅故事。然後到後邊啦，講好多嘢嘅，而家有好多店鋪、雜貨鋪、木桶點樣賣白米啊，跟住佢講緊賣泰國米啊，賣雞蛋啊，雞蛋嘅小生係點樣啊？嗰個年代唔係一盒買嘅，拎住隻雞蛋喺度照住個燈泡嘅低垂嘅時候，照住個燈嗰隻雞蛋，見到入邊嘅紅雲，點樣照雞蛋啊？點樣賣鹹蛋？咁又點樣去買鹹蛋嘅時候，用個小刀刮出一條坑嘅白邊，轉動個鹹蛋啊，諸如此類。你就見到當佢慢慢講呢啲嘅時候，嗰種屋村生活空氣當中嘅甜酸苦辣，唔係佢虛構出嚟㗎，而係見到佢上面所寫嘅嗰啲位，嗰啲嘅所謂嘅甜酸苦辣嘅味道，米啊、鹹蛋啊、蛋啊、各種嘅榨菜諸如此類，呢一啲代表住甜酸苦辣嘅食物背後，其實係佢童年嘅影子，佢係同你透過呢一啲嘅描寫去講緊，究竟佢自己嘅童年係點樣嘅。跟住同你講啦，哎呀，從街市嗰度湖形行落去，再行翻湖形咁行上去，就係成條瀑布灣道啦。大概就係剛才喺呢個 Google Map 上面見到嘅嗰個環境。華富村最靚嘅海景嘅地方就係嗰度啦。佢就話離遠再眺望咧，可以見到有一個鱷魚島同埋南丫島噶。咁其實佢講啲咩咧？就係我揾咗張圖片，就係呢個島嘅名稱係火藥洲，大概就係咁嘅狀態，咁都幾似一條鱷魚啊。我覺得重呢個位置嘅重點就係，當你去生活喺個地方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個地方有啲基本嘅資料嘅，譬如話生活喺個屋村嗰個街道，佢入邊有啲嘅陳設，有一啲嘅物品啦，有一啲嘅地方喺度。咁但係你去認清嗰樣嘅地方嗰個物品嘅時候，你未必係用緊一個官方嘅語言，一個嘅街道本身嘅名詞去理解緊嗰件事，因為譬如呢個嘅火藥洲，對於黃良和嚟講，呢個其實唔係火藥洲，對佢嚟講係一個小朋友嘅想象，好似條鱷魚喎。呢一個外形似鱷魚嘅島就叫做鱷魚島啦，係40幾年前佢哋去起噶。所以你見到當我哋單單好平白，我揾好多資料搜集，呢個係第一步。咁但係你去運用啲資料嘅時候，你唔係做緊一個實用文，你唔係三本硬套，我套咗啲資料落去，你就等於寫咗一個好完整嘅屋村經驗。唔係，
屋邨只不過係呢個事件所發生嘅背景，重點就係當一個人個作者我走咗入去嘅時候，我點樣喺入邊發現到一啲生活嘅經驗，我點樣喺入邊透過一種各種嘅細節，我去堆疊到你對於呢個地方特殊嘅見解，一種個人嘅意義，呢種個人嘅意義先至係無可取代嘅地方。寶灣道有啲乜嘢？你而家行一次，你去見到成個 Google Map，你就咁去行，你都見到。但你發覺，就算你得知呢一啲資訊，你都係寫唔出黃良和呢一篇寶灣道，因為佢所寫緊嘅寶灣道唔係淨係上邊有啲乜嘢，冇啲乜嘢，而係究竟佢嘅童年、佢過往嘅回憶、佢嘅經驗點樣喺呢個地方發生，而呢一件事先至係成篇文章最大嘅價值。咁啊，後邊咧另一篇就係麥樹堅嘅橫龍街。咁麥樹堅咧，佢都係寫喺一條街道嘅，咁但係佢就唔係寫港島嘅地方啦，係變成咗荃灣嘅橫龍街。咁如果你一般熟荃灣嘅朋友你去睇呢個文章，你會覺得好奇怪就係，因為橫龍街咧，佢唔係荃灣一個好著名嘅街道嚟，佢唔係一個荃灣你會專登去到荃灣去行逛嘅地方，甚至乎佢係一個喺工業嗰邊感覺好似好壓迫啊，好似好多貨櫃車出入嗰個地方嚟。一般如果你要去書寫荃灣，你去揀個地方個地標去寫咧，你未必會揀呢條街。但係點解麥樹堅會揀橫龍街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佢一個好獨特嘅成長經驗。佢同你講，憑藉獨特嘅經歷，我揾到記憶保存嘅好方法。佢細細個，其實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就係住喺個橫龍街上邊。佢同你講，大家住一個新嘅住處，喺2樓有鐵閘、有大門、有獨立嘅廚廁，客飯廳方方正正，有一個自己本土製作可以變形嘅長椅，有一張圓形嘅接台。喺呢一個嘅地方，好似有啲乜嘢咁特別咧？好似夢裏入邊唔再見到夜香婆喺圍村倒塌嘅噪音，或者喺半夜急忙按下廁所嘅燈掣，喺個燈池入邊泛着潔淨亮光嘅影子，然後喺事後拉拉繩咁啊，污水就行咗就嘩啦啦咁樣帶走晒所有嘅東西咁諸如此類。後邊再去講嘅時候咧，呢一個住處喺當其時嗰個年代，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之唔錯啦。喺嗰個年代咧，好早噶。咁但係黃蓉嗰套《射雕英雄傳》，翁美玲嗰套《射雕英雄傳》仲未開拍，地鐵咧嘅觀塘線已經通車。咁所以大家大概可以想象到個時代感。佢離今日有一啲遠，但係又冇黃良和住華富村嗰陣咁遙遠。佢失足曾經撲進咗外公嘅敦祠入邊，因為年幼，趴咗喺度唔敢求救，喺一個好長嘅等待入邊咧，關於外公同埋橫龍街嘅記憶就定型咗做詞呢種物質。呢個位好聰明寫得，因為佢用緊佢知道，假如我單單去寫成個地方，可能寫得好虛，於是乎佢用咗一種好特定嘅物質，就係詞去寫，而詞背後就係一個廁所嘅物質，上邊有好多嘅感覺喺上邊，譬如話。究竟係冬天去掂住一個瓷嘅廁所，你會覺得好凍嘅。呢種溫度就係佢留低咗佢嘅記憶。你見到佢唔係單純透過視覺去寫，而係透過一種觸覺，透過各種其他嘅感官去記低呢件事情，令到成件事唔係單單外貌描寫，而係好立體、好有質感嘅。瓷唔係玻璃，唔係膠紙，唔係布，唔係紙，好驚瓷，特別係冬天，因為佢好凍。喺嗰個時候嘅橫龍街，白天熱鬧喧囂，夜晚荒涼無比。點解啊？就係因為如果你再睇翻成個橫龍街，其實去到今日都係一樣，佢係有好多工業大廈，貨車出出入入，佢基本上咧唔係一個宜居嘅地方嚟噶，佢入邊係一個好多工廠大廈、好多廠房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工業區嚟，係一個荃灣嘅工業區。喺嗰個年代，甚至乎麥樹堅童年嘅年代，甚至乎冇住宅嘅物業。然後點解佢要寫呢一篇橫龍街咧？喺度我去開估啦。呢個咁特殊嘅空間係外公佢哋住嘅員工宿舍。呢個員工宿舍喺邊度呢？原來係橫龍街公廁2樓嘅清道夫宿舍。所以佢呢個經驗咁特殊嘅原因就係在於佢細個嘅一段童年居住嘅經驗，佢住喺公廁2樓嘅清道夫宿舍，而佢哋覺得呢一個係相當好嘅一個地方，相對於佢哋過往曾經住過嘅其他地方。咁所以你見到呢個位置就係一個好獨特嘅經驗，雖然都係寫緊一個荃灣，咁但係究竟荃灣對佢嚟講係啲乜嘢呢？對呢個年代嘅麥樹堅嚟講，荃灣最重要嘅就係橫龍街，就係最重要嘅就係佢外公嘅居所，因為呢個就係佢哋一家人居住嘅地方，童年發生經驗嘅地方。然後每逢週末，
阿爸阿媽都會將我從老圍村抱到去橫龍街，一路穿過石圍角道、街市街、沙咀道、楊屋道，或者走過大河道、眾安街呢一啲荃灣嘅地名啦。嗰條楊屋道咧，對開已經係海嚟噶啦，仲未有好多填海嘅工程。如果太靈敏個鼻嘅話，太脆弱嘅話，就會俾嗰啲塵啊、金屬啊、塑膠啊、汽油啊嗰啲異味嘅空氣闖到，你個咽喉咧就會出棘一棘。呢個就係因為背後其實係工業村啊嘛。咁如果用一個更加具體嘅地方去指示嘅話，你就見到麥樹堅佢嘅童年就係由一個咁樣嘅老圍村啦，一路俾佢爸爸媽媽抱住走咗好耐。而喺呢個地圖上顯示佢行咧，至少要行43分鐘，即係今天都要行43分鐘啊！咁可能當年佢要行差唔多1小時都唔出奇。而重點就係，當咁樣去一個咁嘅經驗嘅時候，帶俾麥樹堅童年成長有啲乜嘢嘅想像咧？佢會覺得聲音同埋氣味好容易有雷同，會令你回憶起同一啲嘅事物。但係外公家出邊嗰片水泥地就冇辦法輕易再相遇。工業區好多塵，用濕布抹台不久，用指頭輕輕一揩，夜空中便隕落一顆彗星。你見呢個位咧係非常漂亮，有時係講緊一啲係陳舊，究竟佢點樣去回憶翻佢當年喺外公家居住嘅嗰個地方嘅嗰個經驗咧？因為工業區好多塵，就算你好勤力打掃，完全都冇用噶。而且嗰啲塵亦都唔係普通嘅陳舊，而係混和咗好多金屬啊、塑膠嘅東西，你去摸落去比沙子略細，黑色。所以只要赤腳喺外公家出邊走2-3步，成個腳板就會黑咗，成件變咗隻墨汁咁樣，可以拓印喺白紙上邊。但呢一啲事物咧，全部都係對於麥樹堅嘅童年係非常之重要。大家外公嘅屋企就係喺度成長，大家就喺度相處，佢嘅親人、佢嘅家人、佢嘅親戚、佢嘅義姨、佢嘅細姨，全部都喺嗰度同佢相處。對於佢嚟講咧，佢就去講完呢一個橫龍街，其實佢唔係真係淨係想寫一條街，係想寫呢條街入邊佢嘅童年、佢嘅外公、佢嘅家人。咁所以當佢後邊去講到花咗啲筆墨去講，究竟外公嘅詞語係點樣嘅咧？呢個就好立體，就係一個人，你發覺你自己所用緊嘅語言，同你父母用緊嘅語言，同你祖父母用緊嘅說話，可能係唔同噶。每個年代有唔同人嘅用語。譬如話，外公用緊啲好奇怪嘅詞眼喎，對於佢嚟講，佢就話有啲咩發起塊面啊，跟住係用緊嗰啲好壓啊，諸如此類，好煙好熱啊，諸如此類。我覺得呢啲嘅字眼就係麥樹堅佢對於佢自己外公嗰個年代留低嘅用語一種嘅記憶。咁所以佢會嘗試留低呢一啲嘅語言嘅使用，令到佢嘅外公成件事唔單止佢嘅外貌，同埋父母嘅說話嘅用語都能夠記低到。然後佢就講啦，外公嘅生活係點樣嘅咧？每日就會從屋企嘅樓下車房推車開始去打掃，去清掃荃灣。佢嘅媽媽就喺對面嘅工廠大廈工廠嗰邊咧，去做裝嵌嘅女工，喺生產線上面去認識咗交遊廣闊嘅爸爸。咁所以當我哋喺個生活嘅片段，就係好多生活嘅記憶，就係爸爸當年點樣怯生生去打嚟約佢媽媽出街煮飯嘅咧？唔會煮飯嘅外公咧，就拎住個木筷子喺個廚房入邊行出嚟接。跟住咧，佢就搣起個老花講：冇呢個人啊，打得錯啦！後來咧，結婚之後，爸爸嘅廣州話就開始有進步啦。咁但係仲係有一啲嘅變化，有啲奇怪嘅地方。諸如此類，佢就見到當佢講緊呢一種家庭嘅生活嘅時候，佢就透過家庭嘅生活去書寫呢個地方。因為呢啲生活就係發生喺呢個地方上邊。而假如換咗個場所，換咗個背景，佢就未必會發生呢啲事情。包括後邊佢有講到有一啲嘅事來狗，有一啲嘅事來嘅貴，諸如此類，佢都有啲唔係幾理想嘅結局。咁但係佢就會覺得呢個就係當其時佢自己喺橫龍街生活嘅時候所遭遇到嘅經驗，好獨特嘅經歷。說唔上寵物嘅兩條生命，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好，所以後邊再講啦，透過唔單止既然講生活啦，咁所以講到譬如啲煮飯嘅情景啦，外公所煎嘅食物，個煎嘅雞翼雖然又唔係幾好食嘅，其實佢覺得又乾又瘦又鹹又硬，但係個味道咧令佢喺出邊食唔到。所以有時候你記得一件事，未必係因為嗰樣嘢好美好先令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可能嗰件事其實唔係好美好噶，同埋乎一啲好乾硬好鹹嘅豉油雞翼，但係嗰個味道會係你日後去懷念嘅。所以你見到佢唔單止透過視覺、嗅覺呢度用緊味覺去錨定嗰個記憶。
佢覺得橫龍街雖然名不符實，唔高貴，唔係經吟嘅，唔係驕傲嘅，咁但係咧就係嗰一代嘅香港人最偉大嘅一個疆域啦。名和字嘅落差後邊係名和實嘅落差，其實我一笑置之。外公講俾有少人知道，知道覺得都唔出奇啦。因為佢改咗名入邊嗰個細字，費事大家覺得係大細嘅細，引來不必要嘅譏笑啊、嘲弄啊咁樣。呢一個位置咧，有啲似其實我哋啱啱去睇黃良和嘅嗰個文章，就係華富村，佢講呢個瀑布灣道。其實究竟個名，你點去命名一個地方，你點去命名一個人咧？其實係好重要啊！究竟你要去講嗰個地方嗰個人係用緊一個大家都熟知嘅名字啊，同你有一個好熟悉嘅名字去稱呼嗰個地方，去稱呼嗰個人，其實係兩件事。特別喺後者，你會見到呢個特殊嘅稱呼背後有某種含義，會產生某種意義。由此你會見到一種個人嘅意義。呢個地方呢個人對於你好特殊個人嘅意義。咁後來就講到啦，阿細姨傳嚟電郵，佢就話我們嘅舊居，照片就顯示咗華龍街公廁翻新之後嘅規格依舊嘅，佢都係咁嘅狀態。好多年之後，大家重新再去睇翻呢一件事，重新睇翻呢個地方，好多年之後嘅夜晚。麥樹堅曾經揸車路過荃灣路，佢瞥見到工業大廈嘅後邊竟然多咗3組燈火絢麗嘅私人住宅，喺腳下間就係佢哋以前住過嘅華龍街。佢再回憶如果唔係以前跌咗落個廁所入邊，用一個五體投刺嘅方式同啲磁去接觸，未必可以發現原來磁係會吸損對方嘅體溫，令人抖戰不安。但係溫差會逐步收窄，最後完全等同，然後黏住皮膚，過程或短或長，好仔細嘅觸覺去書寫嗰個詞，然後呢一個詞背後又隱喻緊佢嘅童年，佢嘅街道，佢呢個環龍街成個居住嘅環境，佢嘅經驗，全部都係黏住嘅。呢個就係佢而家見到嘅嗰個屋邨嘅嗰個新嘅住宅、私人住宅嘅一個經驗啦。所以譬如你見到，當我而家去睇翻華龍街嘅時候，佢側邊所見到嘅東西嘅事物，同佢當年已經好唔同。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要去揀定，你要去書寫一個地方嘅時候，究竟你去揀一個乜嘢嘅地方去寫咧？你係揀一啲喺嗰個地方入邊好有地區代表性嘅街道場所。如果譬如你今天你去揀一個，譬如寫荃灣，你可能未必會揀華龍街，你可能會揀一啲對你嚟講個地區最出名、最新嘅東西。咁但係呢一啲最新、最出名嘅地標，佢又未必係最突出嘅一個作品。原因就係你喺嗰啲咁普遍嘅經驗入邊，你會好難去提煉到究竟有啲乜嘢獨特嘅面貌可以俾你去書寫。麥樹堅去揀華龍街，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出名嘅街道，但係就係佢童年成長，佢對呢條街道、對呢個環境有好深刻嘅認知。重點就係當我哋去處理今天我哋去講高中組嘅兩條題目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個屋邨成長百味，另一個就係鄉城嘅足跡。究竟一個咁大嘅框架，鄉城同埋屋邨，佢冇一個好特定要你指涉嘅對象，但係究竟你喺呢一種嘅環境之下，你要去書寫嘅究竟係啲乜嘢咧？透過黃良和、透過麥樹堅嘅文字，你會見到佢對於呢個地方嘅記憶，但係以上嘅東西都係他人嘅記憶。咁樣，你哋自己嘅記憶又係點樣嘅咧？有冇一個屬於你哋喺呢個地方成長嘅時候，一個好獨特、你覺得好重要嘅地方，你係想去書寫？然後你可以喺呢個地方，既係寫個地方，但係背後係發現緊你自己個人嘅經驗，對你嚟講嗰種特殊嘅意義咧。咁呢一樣嘢先至係最真實同埋最重要嘅部分。